呢個高市早苗一上任就喺火坑上反覆橫跳，唔單止將中國定位為最大安保風險，喂，佢係咪唔記得咗日本先係世界上唯一有甲級戰犯嘅國家啊？佢仲喺黨內會議上講咧，繼續對華搞科技限制。更不自量力嘅係，佢居然話台灣省有事即係日本有事。喂，中國國土如果有事嘅話，使要日本呢啲國家仔嚟幫手？中日雖然有生意往來啫，但係好似冇 friend 到咁嘅程度啩？幾時輪到你攞支賓州仔出嚟肥下肥下？嗱，正常一個國家元首咧上任嘅第一件事本應該係救經濟、救民生嘅，但高市唔係喎，佢第一件事係對外挑釁喎。點解佢咁與眾不同？因為佢坐緊嗰個位啊，表面上係日本首相，實際上係美國嘅代理人，所以佢要撲住咁去同朱茵遞交投名狀，交遲啲都驚朱茵唔滿意啊！擅長安於做美國的怎麼樣附庸？哎呦！今日我哋就逐一拆解呢份投名狀裡面嘅陰招，睇下中國會點樣連消帶打反將一軍。嗱，呢一招表面睇係捏住中國半導體嘅喉嚨，但本質係攞緊日本嘅國運做賭注，打緊一場業餘拳手單挑職業冠軍嘅拳賽。嗱，咩意思呢？嚇？因為日本掌握住全球70%嘅半導體材料市場，比如光刻膠啦，即係畫芯片嘅墨水；氟化氫啦，即係洗芯片嘅藥水；高純硅片，即係芯片嘅墊底板咁啦。咁但是但缺少一樣咧，生產線都要停啊。所以高市好可能喺許可證上面做文章嘅，比如延長審查啦、拖慢供應啦，甚至照抄特朗普嗰套，唔俾啲高純度材料咧出海。特朗普老闆，你睇下我做得啱唔啱啊？咁中國會唔會唔夠材料用，好似俾人捏住條氣管咁，有一啖氣冇一啖氣㗎？你太年輕啦，兄弟！職業冠軍點可能冇後手啊？日本嗰啲半導體材料，佢嘅製造原料全部都要靠中國進口，比如佛石啦，中國係全球最大供應商；高純石墨，中國一家獨大；仲有高純石英砂以及氖氣、黑氣、氙氣呢啲咁嘅特種氣體，中國穩住晒全球70%產能。日本以為自己捏住中國喉嚨，殊不知自己條命根俾中國揸住。咁問題嚟啦嚇，高市點解要打呢場必輸嘅拳賽呢？嗱，我上集講過，佢冇家族負擔，冇生意根基，甚至夫妻冇生育後代嘅，即係冇後啦。換句話講，佢可以本死無大礙，孤注一擲投向美國主人嘅懷抱，想博個名留青史。不過咧，凡事去得太盡就必然冇乜好下場啊！比如明朝嘅嚴嵩，唔係靠政績，而係靠討好嘉靖皇帝上位嘅，做到權傾朝野。但係風向一變，佢即刻俾人清算，遺臭萬年。高市而家行緊嘅就係同一條路。而最致命嘅係高市壓錯咗注啦，佢以為卡住中國半導體，中國就會斷起。現實就係中國越被封鎖，反彈力越驚人啊！5年前被卡光刻膠，而家連 KIF 光刻膠樹脂都做到國際水平，仲達到100噸級量產線。光伏被美國同歐盟相反，結果3年變世界第一。無人機被歐美禁用啊，結果大疆依然揸住全球70%嘅市場。所以當高市早苗仲喺未坐熱嘅位置上自嗨緊嘅時候，中國半導體已經搭上咗高鐵，極速前進。頂層規劃早已經落地，大基金領頭材料同產業設備，地方瘋狂開建新材料工廠，半導體級嘅硅材料國產化率已經超過50%，拋光液國產化率突破咗30%。聰明嘅資金從來都唔睇日本點樣封殺，美國點樣出招嘅，而係睇中國嘅下一步點樣反擊。所以喺金融市場就要及實呢3個賽道啦，國產化半導體材料啦、半導體設備啦、化合物半導體啦。而至於普通人嘅就業方向咧，化工、材料、精密機械設備工程師全部都變成高薪行業。智聯招聘顯示啊，第二季度新材料行業招聘職位數同比增長72.1%，高分子材料工程師平均招聘月薪大約係13000幾。如果鏡頭前嘅你屋企有細路仔準備選科嘅，記住一句話嚇，未來反擊賽道就係黃金賽道。自從元朝以嚟，從來都冇人主動去打過日本仔嘅。相反，佢自己對外侵略咗700幾年。而家阿高市早苗居然話日本周邊威脅上升。
連忽必烈同戚繼光嘅棺材板都壓唔住啊，直頭想跳出嚟中佢老尾啊！所以高士打防衛牌嘅本質係乜嘢啊？第一，揾個藉口採購美國軍火咯。喂，日本係美國嘅輸血工體嚟噶嘛，唔係養住你做乜嘢啊？第二，做美國嘅打手。第三，博取美國賞識，保住佢自己手上嘅交椅。嗱，不過咁喎嚇，日本政府高負債、高赤字，周身冇蚊嘅，咁攞咩買軍火啊？兩個字，印錢。咁印錢會發生咩事啊？日元繼續暴跌，然後日本資產更加賤價，同時企業生產成本暴升，因為生產資源要靠進口噶嘛，企業利潤唔夠啦，唔單止外資唔入嚟啊，就連日本資金都走晒出去，所以日本先會出現淨對外資產47萬億日元。咁啊，好多老友記就問啦：喂，日本咁多海外資產，咁唔係好強咩？曾經係，但而家咧叫走難。你講咁多關中國咩事咧？梗係關啦！日本政客雖然壞啫，但係日本資本並唔係傻噶嘛。中國市場潛力巨大，供應鏈成熟，局勢相當穩定，所以日企不斷加倉中國。今年前3季度對華投資同比增長55%啊！比如豐田啊、本田啊都喺度加大新能源工廠嘅投資，佳能亦都擴建中國生產線。一句話講晒，日本政治脫鈎，但係日資反而加速入華。不過咧，日貨平咗，自然咧就會對中國嘅汽車啊、家電啊、精密機械啊、化工材料等等咧呢啲出口商品造成低價格競爭。做貿易嘅朋友不妨喺討論區講下你哋嘅應對辦法啦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講，高市插手印太，甚至插手台海，直接觸及中國底線，咁會點啊？中國從來都唔會主動挑起事端嘅，但係如果日本仔先挑起嘅，一定會強硬回擊。如果指拿打拿嘅洲際彈道導彈，同埋喺印巴衝突大放異彩嘅殲10戰機，甚至最新型嘅 AI 智能戰場系統，如果連呢啲都唔夠震撼嘅話，咁你坐定定等住，一輪接一輪嘅國防大戲必定陸續上映，各種新式裝備會不斷亮相。簡單一句話，日本仔越搞事，中國越強勢，而呢種強勢仲會直接催化國防科技嘅爆發式增長，從而為普通人創造出實實在在嘅黃金賽道。無人機工程師、AI 算法工程師、飛行器設計、動力系統、網絡安全、大數據分析，呢啲都會係人才市場上面炙手可熱嘅職位。而資本市場就要關注好軍工鏈同埋新材料鏈啦。記住一句，唔好追熱點，要追住大國戰略。高市早苗打完半導體同埋防衛牌之後，最後一定會玩到一招脫鈎。不過脫唔脫鈎唔係日本仔決定嘅，而係美國。點解啊？因為日本呢個傀儡政權咧，就連首相都要先去美國智庫述職，經過批准先可以就任嘅。咁佢有咩外交權啊？只要特朗普嗌佢脫，高市早苗就必須脫。咁特朗普想唔想中日脫鈎呢？梗係想啦。表面上要打擊中國，但真正嘅目的，佢要日企爆煲。你睇下豐田、三井、三菱、日立、Sony 背後啲大股東係邊個啊？係摩根大通、BlackRock、道富先鋒、梅隆、巴菲特基金，清一色嘅華爾街資金，佢哋係邊個啊？係拜登嘅左派金主。而特朗普最憎係邊個啊？就係抄過佢家嗰個拜登咯。所以佢借用高市打脫鈎牌，深層目的就係逼日企斷供應鏈，然後成本暴升，繼而股價插水。當日企爆煲，拜登嘅左派金主就會大出血，而特朗普嘅右派金主咧就可以乘機入場掃平貨。呢一個局就等於喺日本呢個舞台再玩多一次，一分錢都唔使揞出嚟就入股 Intel 呢個劇本。但唔好以為我危言聳聽啊，呢啲先係最真實嘅黑暗叢林法則。We've secured all of that money coming in, and we have a lot more money coming in. And again, I mentioned SoftBank, but JERA, JCB, Toyota, Mitsubishi, Hitachi, Honda。如果你哋有玩開日股或者日經 ETF 嘅，要小心啦，好可能半年之內會有大波動。喂，你講呢啲又關中國咩事呢？嗱，呢個問題嘅答案正好就係成個局嘅最精妙之處啦。中國而家要做嘅反而好可能係順水推舟。點解啊？因為喺呢個博弈入邊咧，
中美兩個棋手好可能有住一份心照不宣嘅默契。咩意思呢？嗱，對於特朗普派嚟講咧，佢最重要嘅係重創國內政敵，即係拜登咧嘅資本力量。打仗肯定先燒糧倉㗎啦，東漢末年嘅袁紹就最有發言權啦。哪兒起火了？西北方烏巢起火了！哎呦，壞了！同時吸納日本優質資產，為製造業回流美國輸血啦。而對於中國嚟講咧，一個被美國抽乾咗血嘅日本，佢嘅戰略價值會大幅降低。當日本冇能力再做美國嘅東亞打手嘅時候，美國主導嘅第一島鏈就會不攻自破，反而為中國破解美日同盟、重塑東亞格局提供咗一個歷史性嘅窗口。所以成場博弈嘅終局好可能係日本由一枚意圖鉗制中國嘅棋子，最終淪為被兩大高手共同消耗嘅犧牲品。等到日本被放乾晒血，到時候中國面對嘅就係一個實力衰弱，但係更依賴中國市場嘅日本，同埋一個失去咗亞太支點嘅美國。